要幾多退休金先可以入住呢種養老社區？今日就以番禺區內核心商圈裏邊一間養老社區為例，每間養老房都設有廚房系統，餐食由專業營養師設計，健康又美味，仲有智慧餐飲，食幾多算幾多，冇零浪費，每月都可以慳下唔少實際開支。房型選擇多多，全部南北通透，有1房1廳、2房1廳等，24小時醫護管家隨時響應，照護制度完善，每日更換床上用品，每週有清潔員上門做清潔服務。社區內有麻將室、舞蹈室、音樂室等多個活動場所，全部免費使用。入住方式靈活，可以長住，可以短住，最短按月起租。而家仲有優惠體驗，社區位於廣州核心地段，老兩口每人每月只需6000蚊，費用全包，指標已經快滿。周邊醫療資源豐富，附近就係地鐵3號線漢溪長隆站、毗鄰祈福醫院，僅需要15分鐘路程。如果喺香港出發去廣州南站，最快1小時到達。適合香港長者灣區養老，打造舒適老年生活。你對呢啲安老社區有冇心動啊？歡迎喺評論區同我討論一下，點個關注，可以令我帶你實地參觀社區。